随着社会变迁甲医疗进步，人口老化甲平均寿命延长，整体人口结构伫2020年已经达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高龄社会标准。推估伫2025年，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。以咱台南市总人口将近187万为例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有31万5千人。随着老年人口增加，长照需求嘛在咧提悬。各综合病院就向大家说明，要如何申请适龄者出院转去到厝的长照服务以及资格限制。申请的条件要是失能者，就是指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人，食衣住行上你需要协助的才可以。那你年龄要65岁以上，那如果你没有65岁以上，那你要有身心障碍手册。那这2个之外呢，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失智者，又或者是55岁以上的一个失能的一个原住民，也可以申请。那服务呢，使用的服务也分很简单我们分个人额度，就是病人可以使用的额度，以及照顾者就是的一个喘息的服务的部分。那个人额度啊，就是病人使用的呢，他可以用照顾以及专业服务，每个月都可以使用。那以及每个月的交通接送，以及3年4万块的一个辅具，以及居家无障碍改善的部分。长照服务申请对象包含65岁以上的适龄者、适龄的身心障碍者、55岁以上的适龄原住民，以及50岁以上的失智症个案。服务的项目有身体清洁、照顾备餐、翻身拍背、陪同就医等等。家属除了会当透过医疗团队询问相关服务以及申请资格，嘛会当拨卡1966询问长照服务的申请事项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